我，在斷崖下盡頭吧，樂園未有過，彷彿天一黑天一光，揮發了一句再會，只煙人下墮，快會繼續傳播，你都不為能我，知分到太清楚，太嚴苛，你快樂過生活，我拼命去生存，幾多人位於山之巔，俯瞰我的疲倦，渴望被成全，努力做人誰怕氣喘，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，你界定了生活，我侮辱了生存，知識而滯於山之高，整理我的凌亂，渴望。咁喺我身邊呢，就係卡一庫同埋蘇耀光啦。咁啊呢一個地方就係啦，驚平嘅秦校唱啊！咁我頭先咧見到卡一庫咧又唱又跳啊 ，Strong Girl 喎，好正喎！你自己覺得個感覺係點啊？其實好開心啊，因為最緊要係觀眾都有嗰種熱情，有嗰種氣氛嘅話咧，咁我喺上面都鋸得特別開心嘅。係啊，我頭先我同阿光喺下邊都鋸得好開心啊！係啊。壞情緒都拋棄 Hey Strong Girl， 踏前高洲聽見可鼓舞振作，劇情方可轉變。Let go PT Girl， 同場不需膽怯 Hey Strong Girl， 靠近演出好戲觸心你爛味，就如出一口氣。碰上在意對抗，忘記令你不安，説教亦要對抗，熱切又想偏幫，決意就要對抗，別説再想裝載。乖先害怕對上，就愛自己多些，別再勞氣殺嘢，挫折為你改寫，控制亂透意志，自行也可領先這比賽。咁啊，光咧係歐啊，海鷗喎，係嘛？我都係第一次聽你唱呢首歌。其實每一次聽阿光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，都好澎湃、好震撼㗎。你覺得今日感覺點啊？覺得今日嘅感覺都好海鷗啊，其實係啊，你有冇跟住一齊唱先？我梗係有啦，我跳埋嘅。係啊，咁我自己覺得鏡平學校呢度啦，比我想象中熱烈反應，同埋大家好聽話。我哋話起身就起身，一話跳就跳，一話揮手就揮手。同埋我今日見到佢 live 第一次係真係好好聽，好滾動啊，成個人。係啊，外婆滾動着係咪啊？咩外婆啊你？我頂多都係嬸嬸㗎嘛。係嘅，雖然我都聽唔明你講咩，不過我今日見到大家反應都係非常之熱烈嘅，咁所以我哋巡校唱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最中意就係學生有熱烈嘅反應，咁今日我哋都做到啦，係啊，耶！如果世界被什麼界限，如果遠去又沒法再折返，仍可抗拒妥協，我不願平凡，憑任性去突破，像每道難關，決定要飛出去，但赤風浪撲至誰亦要飛出去，不畏懼。飛出去，就向着海外天邊飛去，夢遇上凝住，再擦去，來昂然蒙着眼睛。